好，第一节。是阮上帝也甲上帝赐灵了好情行类，完成了在社会事工，那毋得开花蕊水，使我智慧，使我勇气，面对挑战太极限。请音乐继续吼，咱来看伊的歌词。第一节的歌词吼，是阮上帝延广上帝赐能力，互众囝类完成历代圣会事工。若毋展开吼，这是若毋展开花蕊水。好，咱来看第二节，第二节的歌词。看四面恶势力包围，请咱做伙来读吼。第二节，看四面恶势力包围，攻击基督反真道，惊吓捆绑打直头棒，信心坚定上学乐，赐阮智慧，赐阮勇气，人生逐日得扶持，人生逐日得扶持。咱来看第三节的歌词。求你改造厚道品性，哈，这厚道品性，骄傲倔强变谦卑，放纵自私毋知见笑，物质丰富能空虚，赐阮智慧，赐阮勇气，天国无标无偏离。咱来唱第三节，第三节。的歌词，第四节的歌词，好，请那个投影片帮我切到第四节的歌词。第四节吼，带阮行往终高目标，谨慎言行勤做工，请主基督。请主下一行，下一页。请主基督人主盔甲，互受掠的直头棒。好，咱来唱第四节，第四节来。今仔礼拜第一首圣诗，圣诗160首，诗曲我需要主。
赞，时刻我需要主，来。时刻我需要主，耶我主必得听我主的声，就会欢喜。求主引领我生命，时刻跟我起来，我喜我只有我爱主你。甲大家分享这首诗歌创作的一点仔小小的故事。这首诗歌是美国浸信会牧师甲信徒做伙写的圣诗。作词的人是一位信徒，叫 Annie Hawks 霍克斯夫人哈。有一天伫咧做厝内的代志的时，就忽然间充满甲主亲近的感觉。伊心里就咧想，无论是欢喜的日子，还是痛苦的日子，我若无主，我是要安怎活落去咧？我若无主，我是要安怎活落去？所以我时刻需要主的想法，就一直伫伊的心里。迄时伊的牧师 Lori 常常鼓励伊爱创作、爱写物件，就请伊讲，伊若是有写诗，一定爱摕互牧师看。福斯夫人吼，伊写好这首诗的歌词了，伊感觉改成写了伤简单，安尼刚好咧，伊就摕互牧师看。结果牧师足欢喜，就替伊的这首诗来谱曲，佮加上即个副歌，就是咱即马所看到的诗曲歌需要主。这首诗歌也真做霍克斯夫人伊伫16冬后，伊的先生过身。伊也对这首诗歌来得到安慰甲力量。伊才发现讲，原来伊伫家己生活真平安、真顺遂的时所做的这首诗歌，也会当伫伊的艰苦的时阵，会成做奇妙的安慰。咱来唱第4节，时刻我需要主，至圣至善。时刻我需要主，至圣至善，亲爱做你的囝，孤单无边，求主引领我生命，时刻跟我对待，我喜我只有去，我爱主你。请咱闭慢心来敬拜上主。
今日咱大家搁聚集伫主的面头前，圣经有甲咱讲，虽然天地会震动，大山、小山会甩移，世间一切有权、有势、有地位的人，伫上帝的公义面头前，拢是遮尔啊微小。但是主的话语，才是咱永远的伴照，永远的依靠、倚靠。亲像启示录甲咱见证的讲，当迄个大搁可敬畏的日子来到的时，世间人会问讲，啥人徛得稳呢？即马，互咱来仰望即位是阮充满荣光的上帝，伫咱生命中的每一刻，拢嘛要承认主啊，我时刻拢需要你。只有藏伫基督的爱内底，咱才会当坦然，毋免惊吓。即摆咱大家要用咱最敬畏甲仰望的心，开始咱今日的礼拜。咱做伙来吟诗160首，时刻我需要主，请起立。咱犹原徛咧，咱若要用最清净的心来遵从咱的上帝，咱的心嘛知影伊要对咱讲。即马咱要用主教示的主作文来对伊讲：愿天地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即日你互阮，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去，袂对阮拖伫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所有代代无尽。阿免。即摆来请坐。
咱来掀开启用文第59篇，伫圣诗后面的1105页。这是罗马书的第10章，我来读启，会众来读应。你若用嘴宣认耶稣是主，中复活，就会得着救。因为人先信，就得着称义。圣经有安尼记载，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伊会丰丰富富赐福，互所有求救伊的人。毋过因当无信伊，哪会求救伊？拢无人传，哪会听着？照圣经所记载，传播福音的人，伊的脚迹拢安尼随。以赛亚讲：主啊，啥物人信阮所传的信息？毋过我要问，因敢真正拢毋捌听着？圣经安尼记载，因的声音传遍全地。咱做伙来祈祷。愿这个是阮搁充满荣光的天父上帝，我感谢你，互阮伫礼拜头一天平安来到你的圣殿。主啊，当阮读启示录的时，看到审判的严肃，甲天地的震动，阮的心充满敬畏。面对你的公义甲圣洁，阮深深知影，若凭阮家己的所作所为，无人徛得稳。阮拢是软弱的人，时刻拢需要你怜悯甲恩典的人。求你今仔日的求你今仔日的灵运行伫阮的中间，伫诗歌的中间，互阮真正来向你呼求，承认阮每一时刻拢需要你的引带。伫圣经甲讲道当中，求你开通阮的耳孔，互阮听见你的教示，也看见你伫基督内底为阮备办的所在。伫阮心灵内底，求你除去阮生命中的骄傲甲不安，用你的真理来坚固阮，互阮伫即个动荡的社会甲世界中，会当倚靠主徛得稳。特别求你赐阮，互今仔日传讲信息的牧者，甲每一位参与服侍的人，以及所有来到会堂，甲即马伫电脑前的所有兄弟姊妹拢同在，互阮今仔日的敬拜成做你所欢喜的祭。阮安尼祈祷，拢是靠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免。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恳求你听我求，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恳求的声。下面咱要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287页，启示录第6章第9节至17节。
开第5个印的时，我看见这段有为着上帝的道理，甲为着因所接受的干净，来受抬的人的灵魂，大声嚎叫讲：圣洁真正主宰啊！你无审判踮伫地上的人，来伸阮流血的冤，要到啥物时阵啊？就有白山互因逐人，搁甲因讲，着请歇淡薄仔久，听候同做奴仆的甲兄弟，就是要亲像因受抬的少爷一尽满。我看见因开第6个印的时，地大震动，日变乌，亲像毛乌布；月规个亲像火，天星坠落地，亲像无花果树，互大风所摇。落无色的果子共即样，天就拄着千煞，亲像只卷起来，山甲海雾拢总走掣。地上遮个王、大夫、千总、妇人、名人，一直拢总做奴仆的、自由的，家己伫这秘伫山东山岩，对山甲岩讲，缀伫阮的顶面，也看阮，通闪避迄个坐伫座位的面甲羊羔的受气，因为因受气的大日已经到啦，是谁会拆条啊？很好，大家拢有咧听，好，大家拢有咧看，好，即摆来请咱的圣歌。
兄弟姊妹平安，祝所有的人母亲节快乐。应该是还没吃饭吧？除了大家都还没感受到过母亲节的快乐的感觉哈，没啦哈。毋望伫稳定的日子的时，咱做伙甲上帝所赏赐纪念的日子，通欢喜吼。但是我今天的讲题哈，看起来很悲惨。哇，咱的师会嘛是准备甲真灾难，经历了这个台语的那个预备的灾难哈，无简单哈但是感谢尽心甲用心来陪伴服侍的同工吼。伫咱进入今仔日的信息进前，咱同心来祈祷。分别人做圣的上帝，阮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你用你的圣心甲话语起造阮的生命，也帮助阮面对真理的时阵，有够也的稳定，通来回应。将下面的时间交托仰望，求你带领。同心祈祷是伫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仔日这段经文台语吼，确实是真学来读吼。但是咱嘛是尽量来学习来表明咱伫咧各方面的准备的用心，甲对上帝的认真。啥物人徛会知咧？伫顶礼拜咱看到第一印到第四印第一个印拍开刷下来，第二个印、第三个印、第四个印大家还阁会记哩无？上个礼拜第一印到第四印分别代表什么？大家还阁会记哩无？没关系你若袂记就袂记哩因为我们也不是在考大学联考啦就是伫教会内面稳定的是，我们就是一直不断的复习上帝的话白马摕经、夜经、赤马摕刀、乌马摕秤，恢复的马叫做死，对吧？有没有回复了一下？每一只马伊所表达的拢是安怎？我有讲末世的人祸人祸台语我不是很认同。人所带来的灾难，你好，人祸，好，真歹来描写所以今仔日咱就要进入第五印跟第六印但是一直讲到这检查咱的心无法度通得到鼓励所以我顶礼拜有掠耶稣家己所讲的小启示录来提醒咱唔通认讲末世的人祸制造出来的人祸就是什么？就已经是终极的审判。唔是耶稣讲，恁着谨慎，因为这是安怎？灾难的起头若定。灾难的起头若定，你会听到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多处必有地震饥荒。但这只是灾难的起头若定所以今仔日真紧，咱要来看第五个印是啥？因为要真好来帮助咱大家来掠条启示录的次数所以我几乎到7印7号7晚的时候要帮大家做一下大纲会当帮咱较好会当记哩今仔日要讲起到第5个印甲第6个印我就是摘要一下叫做殉道者的等候第6个印叫做宇宙的大变动但是恁犹原爱会记哩耶稣所提醒的伊是啥？伊是灾难的起头若定，灾难的起头若定所以教会爱备办的是啥物？面对灾难，教会要安怎备办？你敢知？你们会不会很好奇？那牧师，你知不知道答案？我
顶礼拜的金句吼，应该算是有透露了一下吼。其实我有讲吼，教会会知影上帝要安怎来处理这个世界，但是教会无法度安怎改变甲拯救这个世界的命运，因为伫透过所看到、所见证的基督徒啊，你的心要掠互定，因为也犹原知什么人才是真正的主宰，就算讲看见大灾难的代志来发生吼。好，我们要进入到细节咯。吼，第五个因，殉道者的等候吼，因为伊遮已经描写吼，已经毋是用像第一个因什么红白马什么摕夜景啊，车马摕刀吼，已经不是这种描述了，它已经不是在叙事一个环境灾难的变化。第五个因吼。它是一段描述，伊讲拍开第五个印的时阵，我看见这段下面有为着上帝的道理，甲为着因所接受的干净来受害的人的灵魂。哇，第五印的描述有够长的吼，所以简单来说是拍开第五个印的时阵，约翰看见这个现象。伫这段下面有为着上帝的道，为着伊所接受的干净，受害的人的啥灵魂呐、第五印的时候看到殉道者的灵魂，我这样讲有没有比较聚焦一点？第五印打开的时候看到殉道者的灵魂，好啊，殉道者不是讲人死的叫做殉道者吼，殉道者是个专有名词。什么叫殉道者？就是我上面的意思，特别为着上帝的道理最干净受害的人，安尼了解吗？迄你若甲厝边冤家冤到去人拍拄好死去，迄毋叫殉道者，毋是因为你拄好是基督徒的叫做殉道者，知影意思无？你若塞车塞伤紧吼，闯红灯去人弄死吼，也不是因为你是基督徒。那个身份就叫殉道者，知道吗？殉道者是为着上帝的道理最干净的人受害的灵魂，安尼有了解无？可以吼，好，所以不要乱贴自己基督徒标签吼。所以有这块理解，你就会让知影吼，不是讲有这块的身份吼，做什么代志都自己自动带入一个好的结局吼，不是安尼。所以，伊伫遮，咱就爱来看，遮为着上帝道理受害的灵魂，因咧创啥？因大声后叫讲：神甲真的主宰啊！你无审判点伫世间的人，来伸阮老血的冤，要到第时啊！哇，这个地方在做什么事情？第五印打开的时候，看到殉道者的灵魂，他在控诉。好，一定咱有读到控诉对吧？他们控诉什么？应该上帝讲，你无审判点伫地上的人，其实这个是一个对比词啦，吼，就是讲，什么人出手杀死这为上帝道理最干净的人，就是甲上帝徛伫对立面的人。因无欢喜，这个殉道者因活地的时阵所传的道理，所做的干净，所以将这个传道理的人安怎杀死吼？历世历代拢有这款的人，好，伫教会内面最显眼的代表是谁？上个月才刚过完一个纪念日，叫什么？好。你就要再往前推3天。对，就是耶稣啊！耶稣是基督教印象里面最深刻的什么殉道者，对不对？当然，伫伊进前也都有侪其他吼伫旧约的圣经，才神祗吼，或者是传讲上帝道理的人吼。但是最具代表性的殉道者，就是耶稣来到伫这个世间传道理，安怎？
将近3年的时间，就安怎？毋敢若是地上的人无要听伊所讲的道理，连伊家己的人嘛安怎拒绝耶稣所讲的道理啊！所以从他的案例教会你要小心一点了因为耶稣所传讲的真理，不是只是敌对上帝的人，叫做所谓的不信上帝的人才会做的事情，连耶稣家己安怎兄弟甲姊妹，就拢会安怎拒绝上帝的道理，是吗？是吗？是吧？所以顶回我掠咱长老教会家己要开会当然结局已经知影咱无通过迄个10年条款这个条款我不能说完全否定它的目的跟用心，但是我要讲敢若做到这教会你嘛无法度在混乱的世代里面，你可能躲得了中国，不一定躲得了自己人，是吧？因为教会要有智慧看会出来是到底是什么人敌对上帝。伫圣经的提醒里面有无相信上帝的人，但是嘛有家己的人。我不是要你们草木皆兵，我只是要提醒教会不要过得太乐天，失去了判断力。务实的信仰才能够帮助活在现实中的人们。务实的信仰，真实接受，这就是现实，你才能够真正帮助活在现实中的人们面对问题。所以因伫遮咧嗷叫大声讲，神个真的主宰，你无审判嘛？你无替阮伸冤吗？阮伫遮等待上帝，你的公义要到底时咧？这个，我想不是只是殉道者的吼叫跟呐喊。我相信侪教会的经验或者是我们在世上做人处事常常都会讲，为什么是我遭遇了这么惨的事？为什么是我？上帝你在哪里啊？这是真多基督徒想要问的但我们要首先作为教会要先有练习要同理心我理解你的痛苦后面咧要用爱心说诚实话有时候你可能是因为太自私而受苦，是吧？有时候只是因为贪婪跟懒惰，所以受苦而已啊，并不是因为你是基督徒的受苦，什么都是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所以兄弟姊妹，毋茫咱有这个谦卑的心会当判断出受苦真正的意义甲目的但是对这些殉道者来讲，他们想要的公义跟对上帝甲神个真的主宰来吼叫，这个倒是非常的深刻，因为因得为着上帝的真理来受抬。所以有话安尼应因讲第11节就有白衫安怎赏赐福因，对吧？福因达人，佮甲因讲，就请歇淡薄仔久，听候当做萝卜下甲兄弟，就是马亲像因受抬的，少业一尽满。我帮大家用中文快速整理一下当因安尼要主宰上帝来求救公义的时阵有赏赐因，赏赐福因有白袍白袍在前面的教会有讲，它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什么意思？白衫的表示无罪的审判，所以赏赐福因白衫通穿嘛，对不对？就不是穷衣啊，所以赏赐因白衫意思就是这个审判的确要到，佮审判宣告恁无罪。你们虽然是为上帝的道、为真理来受迫害跟失去生命，但是
上帝要亲自干嘛？还你公道吼，赏赐互因白衫通穿，啊，搁安怎？搁请因休淡薄仔久啊，休淡薄仔久啊，淡薄仔是偌久？我跟你讲，伫教会内面吼，咱大家都讲哇，上帝的愤怒怎么样？一下就要来临到吼，所以不会太久吼。啊，大家都讲这个淡薄仔久吼，差不多70冬拢还袂啉到。我等一世人要看，想要像看电影一样，看上帝的公义审判，看别人遭殃一样，就一直目睭金金的等看上帝的审判吼。敢若迄个审判袂临到教会一样安尼吼。所以有时候我也是蛮替教会跟我们的想法捏一把冷汗的吼。淡薄仔久吼，因为遮有一个目的，伊讲要等一个少爷安怎一紧满吼。就是要等一个数目凑足吼，这真歹解释。我坦白讲，这真歹解释。但是呢，你就知，这个少爷什么人咧算小的？这个数额是谁来决定的？上帝啊！啊，你敢是上帝？你敢知影即马殉道者死了多少人？好，所以咱敢来当知影讲，有一个概念讲，是啦。确实是在等候那个公义的领导，但是就是要干嘛？等候。只是这个时间不会干嘛？永无止境。在圣经的文典内面，痛苦审判吼，一个上大会当看见的，就是它是有时间限制的。上帝的理由甲时间一个到，就安怎？就的确要发生吼。所以对规段的圣经的提醒，我敢用一句话说啊，那这就是殉道者的等候啊。吼，第五印打开的时候，你就是爱听好。好，等少爷来一紧满，所以刷下来，咱就要来看。那第六印呢？给大家一个比较科幻的宇宙的大变动。宇宙的大变动，为什么我一开始就要先把标题写下来？因为那是先不讲结论，我怕大家迷路了，可能就恍神，灵魂已经先离开我远去了。伊讲我看伊开第六个印的时阵，地大震动，日变乌亲像毛乌布，月规个亲像火。天星坠落地，亲像无花高手，互大风所摇。落袂熟的果子一样吼，啊天就拄着千线，好，这个我想我念的其实不优雅也不美丽你们看中文好了。简单来说，宇宙就会进入到大变动就会进入到耶稣所讲的多处必有地震饥荒，然后天象的整个大变化。但是我会大家看马太福音第24章所以宇宙的大变动会有地动、星象大变、天灾、星辰坠落、天裂、山海位移。我光是要把这几个字对比好，也花了我不少时间了。所以这款伫这款的改变内面甲这款的描写，其实距离我们的生命跟经验怎么样，其实是还蛮遥远的。我们大部分会当看到这款大自然界的改变都是已经习以为常的台风啊、地震啊，甚至在台湾还没经历过海啸，对吧？还没吧？但是伫其他的所在，差不多开始过去无发生的代志开始陆续发生了兄弟姐妹，教会看到这，你说哇，这个圣经里有写，这个圣经里有写，我不是要你们惊喜的反应是有点奇怪，但也不是要你们惊吓过头，因为惊吓过头也不合宜啊。你惊喜跟惊吓，你若是真正伫你活地的时阵，会拄到看到这的代志，或者是听见这的代志，是惊喜跟惊吓我还真正求主怜悯咱，因为这都不合宜教会
对真理的回应跟反应。因为耶稣已经讲一个态度，要谨慎。谨慎是为了要干嘛？是为了要让你做判断的。那你做判断是为了要干嘛？是要让你知道什么时候该有所为，什么时候为所当为，而你的为所当为是要为什么？这是教会要有共同的学习甲锻炼，你才会当知影面对灾难的时阵，我们应该要做什么事，不是只是像一般人一样说哇，从来没看过海啸哎，要不要直播一下？冲第一现场，也不是说哇，天哪，有海啸太恐怖了吧！我这是上个礼拜才刚领薪水，都还没花，就是这些反应，你就想说天哪，这是教会吗？所以，伫旧约甲新约，常常咧描写天甲地所发生这个恐怖的代志。约翰伫这个时阵看见耶稣互伊看见的异象的时阵，嘛甲旧约因所读的道理甲信息有真侪同款的所在吼。所以重点是这个地动会发生什么代志？迄拢是现象拿定，兄弟姐妹，你若看到这会发生，迄拢敢若是现象拿定。我想说，要讲启示了吼，迄啦，耶稣写一条篇吼，结论给我放到很后面，我讲到压力其实也是蛮大的。所以还好吼，在今天大概就已经有给我们看到一个影儿。这款对着宇宙的大变动的时阵，伊才讲起着啥？地上这的王、大夫、臣总、妇人、名人，以及拢总做奴仆的、自由的，家己秘伫山东、山岩，对山甲岩讲：缀伫阮的顶面啊，遮看我，通闪避迄个坐伫座位的面甲羊羔的受气，因为因受气的大日已经到啦，是水徛袂牢啊！看到这的改变，天地人间的天灾人祸的方式，人类地上的人的反应是啥？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因对山甲岩讲吼，就是那个大山吼，或者是那个地震会山崩地裂的那个大山讲吼，对伫阮的顶面，拜托你们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你们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天灾人祸的时候，对着这个大自然的反应，地上的人说：“压死我吧！”而不是说谁来救救我。兄弟姐妹，你们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已经写出来。我宁愿被天灾搞死，也不愿意面对上帝。这就是人啊！这反应就是咧表明，这就是人啊。是安怎？因为因知啊，天啊！如果我不小心被天灾什么打死了哈，总好过面对上帝的愤怒，被上帝气死。不是，是上帝被我气死，不是。很怕被上帝的气弄到死。这后面这一句话描述比较对，对吧？我宁愿被打死，我也不想被上帝的气弄死，你知道吗？就表示一件代志，这个人啊，而且他用了7个身份地位，里面有什么各种不同高低的身份的人，甚至还有做奴隶的、不自由的或自由的、有钱的、有权的。就表示对耶稣来看，世间的人其实拢知影上帝的道理啦，总是无愿意来面对，总是无愿意来面对，对吧？好，这耶稣的批所写的吼，唔是牧师家己用药的，所以看起来对这来讲，这嘛是耶稣对地上的人会安怎控诉。因为这的人拢知，我宁愿被打死，我也不要面对上帝。他们宁愿藏起来，以为逃避就可以不用面对审判。兄弟姐妹，这就是
知影真理，甲无听过福音的人会欢迎。但是兄弟姊妹啊，恐怖无？咱对第1印到第6印哦，现在到第6印，恐怖恐怖？还没参与过，好歹看电影也稍微怕一下吧，好吧？会怕吧？但是兄弟姊妹，咱会当甲地上的人无共款，因为咱逐摆聚会来到伫上帝面前敬拜伊的时阵，咱的确知这位各真各外的上帝，伊的确要审判，但同时伊也的确要拯救相信伊的人到底。所以伫这啊，咱爱受到鼓励甲提醒，爱受到信心的帮赞，信你所信的上帝，信伊到底。面对上帝，伊的怜悯甲拯救，也的确要安怎？的确要临到咱的生命内面。马太福音第24章吼，好，我跟你们讲，为什么它对应吼24章整通篇被认为是小启示录吼？可是其实没有24章吼就讲完起因，它其实是在讲整个通篇的启示录吼。那后面的剧情吼，我们会慢慢去理解为什么好像有一点重复跟描述吼。我先来看吼，因为我们上一次读到第8节那点吼。第9节跟到后面是搭配我们第5印、第6印。他说：“那时人要使你们现在患难，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憎恨。”所以你能够理解殉道者是为什么而死的吧？可以理解吧？所以咱若是信上帝的人，真惊死，佮特别惊为主来死的话吼。我不能说我们就不是基督徒，我千万不会这样讲。我只能说咱那个需要信心真大的勇气甲鼓励，因为不是每个人天生活下来后就洗礼之后变基督徒，就变成十项全能的。我们都在学习，真正是相信甲接受上帝真理的过程。检测咱会为着死，为着利益来来闪避、逃避一些压力吼。但是伫耶稣所讲的话语甲语言的内面，嘛毋茫咱若真正人生吼，且是咱甲即个世界同活同徛起的时阵吼，会面对侪侪困难甲灾难，也毋茫。上帝先帮我们揭露题目吼，我们会知道怎么回答这个答案吼。勇气是你回答这一题最重要的力量。勇气是我们回答为上帝的名受逼迫最重要的力量。迄当时也会有那时也会有许多人跌倒也会什么彼此陷害。彼此憎恶，然后呢，且有好多假先知起来迷惑许多人，因为不法的事情增多了，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又来了一个泄题了，爱心会渐渐冷淡，所以教会你得爱安怎？尽力透过咱的服侍到斗阵，保持咱的啥？疼心，对吧？其实这个都已经算是泄题了，就怕教会干嘛？顺势而为，顺性而做而发，你知道？顺势而为，顺性而发，就是结局，就是爱心渐渐冷淡。所以，想到咱来特别逐礼拜大家组织的时阵，互相鼓励。之前我咧带我人生年轻的时候，还在到少年团契有时候当辅导，我就会刻意要带大家做什么或经历什么真故意讲吼，那时候我真的很年轻吼。我就讲我就代表吼咱的教会吼来关心咱的少年团体吼这拢上帝问题。好，我就当场被一个少年团契的年轻人挑战说，我们在信仰里面为什么要这么刻意？哇，讲的我真的摸名转倒会，你知道我是超尴尬，而且我那时候我超年轻，然后旁边的人也都很认同这个年轻人对我提出的挑战。我感觉迄天吼，我感觉就更小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刻意，我回家反省很久。那一天的场景在我的教会服事里面常常冒出来提醒我。后来我现在面皮较厚啊，兄弟姐妹，我要真诚实跟大家讲，兄弟姐妹，在教会里面几乎每件事都刻意的啦。你是刻意锻炼你的爱心的，你是刻意锻炼你的饶恕的，你是刻意锻炼你的勇气。哪一件事不是刻意的？你以为勇气跟爱心是天上掉下来？不是，那个不叫做，那个是叫个性而已。像我妈就觉得我个性很好。我上礼拜被我姐夫挑战，他说：“你们上礼拜庆生，为什么你子女名字没在上面？”我说：“你怎么会知道？”他说：“可是我们每个礼拜都有在看直播啊，你都忘记我们了。”不好意思，补回去。那个叫个性，天生的那个叫个性，在教会里面锻炼的那个叫操练。爱心不用操练吗？你怎么会天真的觉得来到教会每个人就会觉得我好有爱心哦？我不知道要怎么敷衍你们，但是真的没有这种事，好吧？每一件你伫教会所行动的，拢是你伫信仰内面的选择。你选择的安尼做的理由，是因为你已经真清楚知影，耶稣大声拯救你，上帝大声听你呀。所以咱愿意去对付咱的个性，愿意去操练咱的个性，这样对吧？我不知道你们的信仰体会会不会也跟我一样。所以我勾出来了，最人的听心渐渐冷淡，但是耶稣在这也泄题了，你得爱安怎坚持到底呀？兄弟姊妹，这个得救真恶的得到，但是你要坚持到底，不是耶稣放弃救你，是我们放弃让他救了，是吧？无继续信，无继续听，就无法度啊。但是更加恐怖的是后面第14节，因为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最后终局才来到。兄弟姊妹啊，所以启示录是在告诉我们世界必然遭遇的事情，敌对上帝的人跟世界必然要经历的事情，但是终局都还没来，意思就是现在你看起来很惨，后面只会更惨。所以准备好了没？当然一定没有准备好，可是我们就要持续的准备，让你持续的做，是因为你的信仰，是因为你对上帝信，所以你会当有这个气力持续的做。最后再帮大家做一次复习，感觉很像国文老师。白马牙经，赤马提刀，黑马提琴，恢复的马叫做死。第5个印，第5个印是殉道者的等候，第6个印是宇宙的大变动。随梦对耶稣提到迄根材料，开始第1印、第2印、第3印、第4印都很想说，我们很想学彼得说，拜托不要再揭露。他可能会转过来说，撒旦退我而去。第1印、第2印、第3印。一直到打这时的时阵，我嘛伫祈祷的内面，为着教会仰望上帝的怜悯甲稳定，佮有圣神的气力伫咱的中间，该爱的时候要去爱。今仔日是母亲节吧？还是只有我记得？你们回应我一下。老妈，那个母亲节快乐。没办法，因为我家人，我有时候都会忘记他们在线上看那个讲道吼。所以，这款的日子，教会咧备办的时阵，会当听的时阵，咱就安怎？用心去听，珍惜咱做伙的时间，对吧？看到宝金姐顶礼拜啊，这礼拜回来，真欢喜啊！就表示你性命会健康，有渐渐啊恢复，对吧？爱感谢上帝哦，好，侪兄弟咧替你祈祷吼。搁有咱5月24号，规间教会哇，礼拜子孙总会中一甲同工真用心来备办吼，这个活动。你以为办活动很轻松吗？
吼，人爱用足侪时间吼，爱为着教会大大细细的需要安怎来思考啊，来备办啊，吼。所以咱伫咧参与的时阵，是为着要创啥？要享受咱伫听的内面的关系嘛，对无？不要每个礼拜都来听牧师，然后恐吓大家，说灾难要来，灾难要来，你的态度有没有好？教会服事怎么有没有态度啊？做事呢随随便便不认真，不是都是来听牧师底下咧碎碎念吼。所以有当时咱教会兄弟姊妹吼，做伙来备办遮个服事的时阵，拢是为着安怎？为着咱的性命，为着咱的关系，为着咱的信仰，通做伙享受伫上帝的祝福内面。所以能爱的时候把握时间，好不好？去爱。能宽恕的时候把握时间去宽恕吧。该勇敢的时候要有信心，因为你所信的上帝与你同在。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献上感谢，伫你的真理的拆开内面，阮看见你的确要做的代志。主检查阮的心会着惊，但是阮也知，伫明白这个代志了后，阮会对上帝你遐来得到教育的稳定甲帮助。求你怜悯带领保守你所听的教会。同心祈祷是伫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有一点点仔感冒，所以即马看大家拢咧扑咧扑咧啊。好，咱来用新的改变来回应上帝的话。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愿用新的改变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着也安尼三听。恁若三听，证人要对安尼知你是我的学生。好，咱来掀开560首的诗温上帝、阳光上帝来回应今仔日的信息。上帝，主怜悯。
济，咱即摆来奉献。天父上帝，感谢你赏赐阮母亲这份宝贵的礼物。有人讲，上帝因为袂伫亲自照顾每一个人，所以伊创造母亲，互阮通过母亲这个角色，看见你对阮无气杀以及无限的疼。当阮用谦卑甲感恩的心，将手中的奉献献予你，求你亲自接纳甲使用。嘛求主特别眷顾每一位信道的老母，求你做因的避难所甲气力，愿你的灵日月陪伴因，互因的日子忧闷变做喜乐，软弱变勇敢。愿你看顾每一个家庭，通过母亲的疼，满溢上天的平安。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哦，咱今仔日有新朋友，钟子晴，哇，美女也是，哦，是安怡的女儿。我欢迎，要不要稍微介绍一下？大美女，是大美女。我也是。就是我大女儿，然后他们为了母亲节特地来陪我做礼拜，对。然后我还有一个二女儿，她现在在那个主日学那边，她带那个孙子这样子，孙子1岁。那希望每一周都是母亲节。他们住在板桥跟土城，所以有在那边聚。哦，好，欢迎。哇，好像还有一位帅哥杨尚恒。是我们艺文的弟弟。来，口罩拿下来，看看有没有一样。欢迎。我们也是美女生的。发现大家都很会讲话哈，很好了。这种练习，这种回忆也是造就人的话。大家都是美女生的哈，大家真的。好，底下我来看，萧姓姐妹啊，平安嘉文传妈妈来，萧姓姐妹平安哦，昆永社哈。昆阳遐，哇，真欢喜吼！伫母亲节的时阵看到你，真欢喜。好，个美玲姐，你美玲，
好，美玲姐耶，好，坐在玉凤姐边啊哈，还有玉雪长老的儿子一家，好敦人哈，来过陪妈妈，哈，来过母亲节对吧？玉雪长老真欢喜哦，你今日穿甲红记记，这表示妈妈心足欢喜的哈，怡恩的妈妈哈，这里平安，对，因为怡恩伫个后壁来帮咱教会哈，还有为人的妈妈 Nancy， 很欢迎哈，所有美丽的妈妈都来到我们当中哦，还有宝金姐，即马有较有气来啦哈，感谢上帝哈，秋月是玉秀姐编映哈。第二次哈，上礼拜有，我就给介绍一遍哈，大家就会比较印象深刻。我就久无看到琼瑶。琼瑶，那是因为你在忙。对，人家琼瑶姐上礼拜有。我好久没看到她。琼瑶姐，欢迎。好，咱即摆嘛是爱咱的平安礼吼。来，咱大家互相来叮当一个站起来吧。要做吗？唱歌就好了，不要走动好了。我用智慧听真心来听你，我用智慧听真心来听你，因为你来面有智慧呀，我用智慧听真心来听你。好。安尼，咱前后左右吼，安尼拍一下招呼，将下面的时间交予关怀事务组的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来欢迎我们的关怀组。大家平安，大家平安。好，今仔日是母亲节吼，咱对咱身边的人讲，母亲节快乐。我看到主政长老跟那个方慧姐讲母亲节快乐，非常感动哈。其实呢，咱就是讲。母亲吼，咱常常拢会想着讲妈妈啦，吼。其实呢，伫咱人生的过程当中吼，其实呢，有真侪人吼，用无共款的方式，嘛是用母亲的疼，吼来对咱。可能当你欢喜的时，伊甲你做伙欢喜快乐，你忧愁。你艰苦艰难的时，伊嘛来陪伴你，伊嘛来甲你做伙安慰你，所以母亲这个角色，其实毋是干那妈妈尔，毋是干那妈妈尔，伊可能是妈妈啦，嘛可能是阿嬷啦，嘛可能是主入学的老师啦，嘛可能是辅导啦，嘛可能是牧者啦。所以真侪的角色拢用母亲这个疼，伫咱这个大家庭内底，互咱彼此来成长。圣经嘛有讲啊，以赛亚书嘛有讲，亲像人得到伊的老母安慰伊，我嘛要安尼来安慰恁，这是耶和华安尼讲的。所以呢，伫上帝疼的内面。咱来彼此相疼。咱今仔日母亲节，上帝要疼咱，上帝常常派一寡天使，你唔知影的天使来疼咱。所以今仔日来有真侪的天使，
要代表教会赠送因亲身写的母亲节卡片。这亲身写的哦，这不是用印的哦。这还佫有一个礼物要送给咱在座的有母亲这个角色的人。你嘛毋是讲我一定是啥物反正你可能伊对你真你可能无想到讲伊一句话伊的安慰对你真有快乐。所以咱即马请咱的小天使小天使就位来开始来开始赠送恁的母亲节的卡片即马开始我嘛是呢母亲节快乐！大家这是我是感觉一个亲身写的卡片真正是讲人甲人的中间，上帝派母亲这个角色其实咱为着这，咱伫主耶稣基督的内面，咱是一个大家庭其实大家有看到这个卡片无？叫做愿恁平安这个卡片迄当阵拢有伫看呢就是讲咱的柜子那边那个就是讲咱的奉献袋的柜子遐，咱有架一个愿你平安这个卡片。你若想到啥物话要甲人感谢的，你会使写起来，写喺遮互伊感谢送互伊。你嘛会使即嘛行到伊的头前讲我爱你这个我很感谢你即嘛这就是讲今仔日嘛感谢咱就是讲关怀事务组来有这个活动这是一个真温馨真好的，所以咱伫遮嘛祝福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多谢大家。歹势，有人无摕到无？那个小天使注意一下，来，对，这里来 ，Hello。还有人没有拿到的，来，来不要客气，没有关系，手举起来，卖 cake，不要客气，来，人人有一份。盼来，举手一下，举手一下。不要客气哦。还有没有？那一边对。好，盼对。慧智，你也是小天使，我知道。慧智也是我的小天使了，好，还有没有谁？还有没有谁要拿？好，还没有拿到的好，OK， 好了吗？
好，好，来大家母亲节快乐啊！好，礼物收好哈，咱即摆先来读咱的金句。启示录第6章第10节，台语甲国语各念一次哈，来，大声嗷叫讲，圣的真正主宰啊！你无审判一种的人来审阮老伙的冤，要到啥物时啊？启示录就10节，来大声喊着说：神是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为我们所流的血伸冤，要到几时呢？启示录6章第10节。好，咱今麦来看报告哈。这个每一个人都有拿到卡片哈，那卡片好像都是小朋友们、会友们亲笔写的。啊，你也真正唔爱一定要给它吹出来哈，然后给一个大拥抱。我就很开心，我知道盛昌跟陈婷是谁，我等下会去找你们，谢谢你们的祝福，谢谢。好，我们来看报告哈。下个礼拜日是玉山神学院的主日，那玉山神学院的池怡平总务长会来到我们的当中，请大家预备预办心，奇怪我啦，读报告的时阵台语拢袂认得。然后今天也有这个主日礼拜，那是由李木珍姐妹来为我们分享初秋的首尔3+1人行，这个实在太羡慕了哈，太羡慕了。好，然后下个礼拜的主日后中午1点半在副堂有开长子会，请大家预备心。那么也要非常谢谢我们这个。今天是母亲节，然后上主赐给我们妈妈，那要作为生命的孕育者。那这个礼拜结束以后，兄弟姐妹可以跟你的家人一起在教会有一个拍照，有一个摄影留念哈。那活动是到5月30日才截止，所以欢迎每个礼拜天都可以带着家人一起来合照。好，那5月24号要野外礼拜。要去的人举手，这么少啊？要去的人这么少啊？不会吧？那还没交钱的人呢？要了都要去哈，然后一个人200块，赶快去交钱，然后赶快预备心，然后一起去野外郊游哦。好，今年2025年的年度奉献证明书已经放在这个叫做什么？那个奉献柜的当中了，大家可以去拿。好，那以下团契的消息呢，就请大家自己自行看。那我们来请牧师。好，咱即是同心来祈祷。希望上帝感谢你，你照顾阮的性命，就那亲像母亲。阮也感谢你伫即个世间，为阮每一个人的性命陪伴疼的母亲。求主你也大大纪念因，会伫对家庭，佮有因人生的意义。主，阮拢需要你亲身来守护，来照顾因。阮的心也要甲因三甲来欢喜，来纪念即个日子。也为着教会，侪兄姐会身躯患病、感冒，或者是拄出院，主阮拢恳求你亲身来保守，继续扶持因，互因有够的体力，会当来恢复原本的健康。伫阮的祈祷甲关心的内面，也恳求主你的圣神，甲你的疼痛，运行伫阮的心内，诚做阮的力量。为着台湾，阮所需要、所要努力的民主、自由、公义的社会，仰望主你赏赐智慧伫阮众人的中间，互阮珍惜徛起伫即个土地的每一天，互阮珍惜人甲人的关系，互阮志意活出利益伫生命，
永光伫上帝的款式，也阁有侪侪的代祷摆咧伫你的面前，你主欢喜的求主成正意，无得主你的欢喜的求主赦免人民愿，同心祈祷是伫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做伙来吟上落尾的圣诗，请起立。要谨慎恁的心，要努力，要认真活伫主的旨意内面。但是也要有平安，要有毋茫，因为主的拯救的确也要临到坚信到底的人。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角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